行顺捷的这位小尉齐大军，住伫新北市的新店，88年厝，今年23岁，也未结婚。去年为空军官校毕业，这届是第2届放单杯，想袂到会出代志。失事的 AT3的教练机，由台湾航空发展中心家己研究设计甲制作，1984年开始来服役。 到即卖已经超过38年，专门用来培训飞官。因为机能已经老旧，军方当咧进行太旧换新的工作，都也未赴全部换掉咧，就出意外咯。空军官校一台机号852的 AT3高级教练机，今仔日下晡啊，伫咧高雄失事载落来，第2摆放高飞少尉学官齐大军不幸过身。用我们飞行来看呢，有天气因素，有机械因素，有人为因素。然后最近我看天气也不见得很理想，因为梅雨刚过，水平能见度可以，但是垂直能见度不见得很好。那他今天徐大金少尉，他今天航线单飞，航线单飞高度只有500公尺，高度非常的低耶。如果飞机遇到什么状况， 那很容易处置的时间非常短暂了。由汉翔公司前身空军航空工业发展中心制作，是国际国际代表作，拢总做60台，伫咧1984年3月开始飞，到即马已经超过38年。除了训练飞官，当时嘛是空军雷号小组采用的表演机种。那这个飞机已经到了40年了。 它的妥善率虽然可以保持妥善的状况，但是我们可以知道，有的时候它的可靠度没那么的高，两岸的状况也跟以前不一样，对飞行员的培养也在加紧脚步。那对这种使用量高的状况之下，它的飞机的妥善率是不是会受到影响？而且有些的零件是消失性的伤员，并不见得买得到。因为 AT3机能真酷，政府推动国际国造了后，2017年由中科院汉翔制作用英高教机。 根据国防部规划，汉翔今年交付66台用英高教机，预计伫咧2026年全部交付空军。未来用英会当承担高教机和部分机2阶段任务，互咱台湾飞官训练的机制会当乘做3阶段2机种。想不到，就伫咧这边换新机的同时，会发生这个悲剧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